你以為托管劃架係幫你插埋電，其實佢解決咗係普通人完全搞唔掂嘅4個核心問題。第一，電唔穩，你屋企插個熱水壺啊都跳掣，冇機連續行幾千瓦，電壓一震，跌板重啟，壽命全部受影響。托管牆呢，解決咗係電力質量。第二，熱量，一部機呢就好似一個細暖爐啊，10部呢就好似一幅牆，100部就係一座火山。據風度，佢溫控部機唔係計得慢，係直接被熱力打殘噶。第三，環境、灰塵、濕氣、溫差呢啲嘢啊，唔會話俾你聽佢哋嘅，但佢會令你部機嘅算力一日一日咁跌。托管牆做嘢係將環境變成可控變量。第四，故障，你係部機壞咗先發現，專業牆係一見到哈希波動、溫度異常就知邊一部出問題。所以啊，托管挖礦唔係幫你諗住部機，而係令你部嘅機喺一個更適合長期運行嘅系統入邊工作。挖礦啊，俾佢唔係算力，係系統穩定性。